喂，大家好，我係 MBB 啊！哇，好快講到嚟第三集啊，中國大戰略嘅第三集啊！琴日發生一件好大件事啊，就係委內瑞拉咧個總統咧就係馬多洛咧就俾嗰個美國咧就捉咗佢啊！咁咧嗱喺呢個大戰略裏邊，中國個佈局咧好精細，同埋咧就好犀利啲謀略。其實喺呢個棋局裏邊咧，我可以話俾你聽，中美嘅鬥爭啊，邊個喐手就邊個輸啊！今次咧，呢個特朗普咧，即係始終係一個商人嚇，唔夠呢習近平個老謀深算啊！你諗下，佢係咁捉咗人哋個總統，你諗下人哋個國家嘅人民點樣咧？啊，一個阿富汗都打咗去幾萬億美金啦，你就去打委內瑞拉，你真係講笑啊！同埋咧，阿富汗冇乜人支持佢嘅喎，嗰陣時候着住隻拖鞋打喎。你而家打緊呢個委內瑞拉，中俄都會俾武器佢無人機，你有排頭痕。我同你講下，咁咧呢個圍魏救趙咧，嗰個中國咧落咗一幅棋嗰度咧，而家習近平嗰班即係個集團咧，我諗拍晒手掌啦你咧做咗戰略錯誤，如果佢再入去打委內瑞拉咧，個戰略咧仲更加中咗中國個計啊！而家中國冇嘢啊，你要搞事啊嘛，我每一次你搞嘅事，我都要你衰過以前你見下佢即係截咗中國3隻油船咁已經呢個係等於叫 act of war，即係戰爭嘅行為嚟㗎，已經你將你嗰啲資產扣押喎，咁中國好嗱，你行呢步棋嘛，我行翻步棋俾你啫，仲衰過以前。我咧首先禁晒你所有個軍工嘅企業嚟台灣唔準你賣，下一步咧就禁埋，唔準你賣俾日本添，唔俾你賣俾南韓。咁你送嘢嚟啦，送嚟我就截你，你打我啲船啦。嗱，中國可能唔會開第一槍啊，中國咧絕對唔會開第一槍，我可以話俾你聽，第一槍一定咧係美國開嘅。譬如好似最近中國咪拎咗隻好犀利嘅武器出嚟嘅，就係個貨輪可以轉做導彈船，哇！呢個犀利咯，哇！呢下嘢我當初諗住都有啲懷疑中國點同佢咬手瓜啦，出咗呢樣嘢咧，犀利啦！中國基本上冇得輸啦，除非佢發晒爛渣咁樣狂炸啲船，全部炸爛晒啊！中國個城市炸爛晒，咁就打核戰啦嘛，係咪啊？核戰你諗下，俄國佬嗰啲導彈核子導彈仲多過美國，你話俄國會唔會插手掟導彈啊？大家一齊掟，咁即係話喺呢個情況下咧，中國已經保證到係唔會輸啦。即係點解中國會行呢步棋咧？其實佢計咗咧係即係10年噶啦，即係好似計劃咗呢個佈局到咗10年。你睇啦，首先周圍揦着火頭，等你咧就首尾不相顧。個意思就係，你美國有800個軍事基地嘛，全球你好叻係咪？好啊，你去管啦，你去做警察啦，世界警察啦，你周圍就幫你揦着火頭，等你首尾不相顧。首先就揦着晒喺中東度亂啊，以色列又係亂咗啦，係咪？咁咧就俄烏戰爭又係中俄即係嗰啲計謀嚟㗎，啲棋局啊。咁東南亞呢邊嗰個泰國同埋柬埔寨打完仗，中國收復咗啦，震懾咗長嘅東南亞啦。而家唯一一個咧就係菲律賓未搞掂，越南唔敢出聲，太近啦，一出聲就換埋你政府。中國啲計謀好犀利㗎嚇，同你講佢有辦法㗎，即係呢個國即係叫做孫子兵法，即係話戰爭係國家嗰個生死存亡係冇辦法㗎啦，我乜嘢手段都會用啊！你可以講係哪吒手段，美國都係你可以去係哪吒手段，但喺戰略嚟講或者孫子兵法佢都冇錯㗎，即係佢國家生死存亡啊，佢都係。咁你見到咧就係不過我咧成日都話中美之間咧私底下係咪有啲默契咧？就係話今次佢走去打委內瑞拉，咁等美國可以調啲兵翻去，由亞太區或者全球調翻晒啲兵翻去，保護翻自己嘅國家，都唔定，都係即係有機會係阿侵
即係嗰個特朗普嘅一個謀略都唔定，因為點咧？你如果係貿然調啲兵翻去，好肉酸係咪先？一個大佬啊，雖然佢都知道佢自己都係即係夕陽大佬噶啦，都係即係喺度掙扎緊嚇。咁即係冇辦法，我就同你講呢個東亞族，即係以中國為首嚇，係崛起啦。我同你講，即係秦朝崛起啊！我同你講過啦，即係呢個階段，即係話乜嘢事都第一集都講過啦，係呢個崛起係勢不可擋噶。即係中國咧就呢個過程裏邊咧，慢慢亦都領導人咧好小心，習近平即係嗰個集團咧都好小心，慢慢聽，即係唔可以行差一步啊！因為呢個係即係國家嘅生死存亡啊，即係上嗰14億中國人嘅生存大家掟核子彈唔係講玩笑啊！你諗下，中國咁多人密集喺東部掟幾粒玩完㗎啦，係咪啊？即係東部80%嘅人口喺晒中國東部，所以咧就要好小心。咁而家其實咧，中國咧嗰個防禦咧好犀利，嗰啲導彈根本就即係話嗰個導彈防禦係覆蓋晒喺東部嗰邊㗎啦，唔使講㗎啦嚇。佢掟去西部冇辦法啦，由得佢掟咯嗰邊咪俾佢掟去嗰邊咯。咁就留翻即係等美國咧就係集中晒打咧，就打東部。咁將來我哋又得一個火種喺我哋西部咧，就係將來核子戰之後我哋呢個龍族中國人就再喺西部嗰度再起嚟或者東南亞邊地方澳洲都得㗎嗱，可能留翻澳洲第日佔領澳洲咯，再嚟過咯拱晒啲白人翻去翻去自己歐洲嗰邊啦。但係都咩㗎啦呢場即係鬥爭咧係非常之精彩咁你睇得到即係中國落個旗幟就係要美國首尾唔能夠相顧唔淨止圍魏救趙真係圍10個魏啊！即係呢個巨人嚟㗎，即係你睇美國佬，即係你由制裁到咧打貿易戰，到而家咧，即係佢都搞唔掂中國，即係叫做屠窮七手宴叫做或者叫屠窮之後咧，就個手嗰把刀咧就現出嚟啦。而家嗰把刀你見到啦中國咧亦都係要有戰略定力，都話過啦，即係喺呢個棋局呢個局裏面咧，就係邊個喐手邊個輸而家第一同第二喺度鬥緊咁咧你都睇得到，即係中國咧就要好小心咁行呢一步。你睇下啦，即係話佢而家捉咗嗰個委內瑞拉個總統咁你睇下啦，喺幾時到台灣又有巨變啦？台灣係點咧？敵權敵咗嚟嗰個台灣總統個權就邊個民進黨上嚟都邊個係敵權噶啦，唔俾你俾翻國民黨度，咁大家咧就再控制住。咁中國可以台灣你行自由冇所謂我有軍隊進駐就得噶啦，你行咩系統即係嗰個制都冇所謂，一國兩制。咁但係最重要係中國一定要駐軍喺台灣呢個咧就係將來會發生噶，無論如何呢個係勢不可擋噶